大家好，我係杜文步。今日2026年嘅3月4號，美伊戰爭咧已經進行到第3日啦。咁啊，特朗普話咧可能派地面部隊進入伊朗。咁啊，睇嚟呢個戰事咧唔會喺短期之內停止啦。咁啊，今日嘅嗰個恒生指數咧都跌咗差唔多700幾800點啊。咁啊，一路跌穿咗25000點嘅關口。咁啊，令人意外嘅就係中石油、中石化呢啲中海油都會跌啊。咁就本來以為咧戰爭一開打，咁啊啲石油股肯定全面上升啦。咁啊，但係估唔到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最穩陣嘅做法都係做翻定期啦。我哋今日就講一講香港中小銀行嗰個定期啊，喺2026年嘅3月4號啊，亦都係我錄節目嘅時間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定期嘅利率有冇變化啊。咁啊，首先睇一睇大眾銀行香港啦。咁啊，大家睇到港幣10萬蚊樓下。3個月咧就係2.1厘，6個月2.05厘，12個月咧就係2厘啦。外幣嘅存款咧就係都係3月4號今日啊。咁啊美金啦，咁啊美金咧，哇，大眾銀行都幾高喎，大家見到有3.5厘喎。嗱，你有冇做唔知啊？我就做咗啦啊。咁啊6個月咧就係3.3厘，12個月咧就係3.2厘。咁啊大眾嗰個美金嘅定期利息咧，不嬲都比較高啲啊。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人民幣啦。啊，咁啊，人民幣咧，睇下大眾咧會唔會比其他銀行高少少咧？嗱，咁啊，大家見到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有1.1厘啦，6個月1.2厘，12個月1.3厘啊。咁啊，琴日我同大家分享過就係嗰個香港五大銀行啊。咁啊，睇嚟中小銀行嗰個人民幣嘅定期咧，始終比較高啲啊，高出0.1個百分比。跟住咧就係講一講啊，就我杜文步咧喺2018年開始咗 YouTube 頻道之後咧，分享投資理財嘅內容啊。2024年咧開始咗 Patreon 啊，分享呢個投資嘅經典書籍啊、債券、股票、ETD 等實用資訊啊。投資嘅地點包括咗香港、日本、新加坡、英美加澳、歐洲啊。喺目前為止，唯一一個多幣種全方位嘅投資，實時通報交易標的同埋展示自己真實交易賬單嘅財經理財 YouTuber 啊。咁啊，絕非嗰啲咧，只係喺個 Excel 度話自己買咗啲乜啊，賣咗啲乜啊，嗰啲嘅 YouTuber blogger 可比啊。咁啊，而家就有呢個嘅免費嘅會員啊，普通嘅會員、高級會員啊，咁啊應隨尊便。咁我最近咧就係啱啱先至公布咗啊，就係今日3月4號高級會員嘅買貨通知。因為大家都知道啦，琴日美股大跌啊嘛，咁我梗係買貨啦。而家呢個時間唔買貨，仲等咩啊？咁啊，大家咧就千祈唔好錯失呢個機會啊！好啦，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呢個招商永隆啦。啊，咁啊，大家睇到嗰個更新嘅時間咧，就係今日3月4號啊，定期存款。咁啊，港幣啦，1萬蚊至到499999蚊。3個月啊，分行做啦0.25厘，手機做啦1.95厘啊。呢個永隆咧就係呢排嗰啲定期都差咗好多啊，即係相比以前嗰啲啊。6個月咧，分行做0.25厘，手機做咧2.1厘啊。咁啊2.1厘都係講得過去啊。12個月分行做0.25厘，手機做2.15厘啊。咁啊，招商永隆咧係比較少數有24個月，即係2年嘅定期做啊。不過佢嗰啲利息咧都比較少啲啊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嘅美金啦。啊，咁啊，美金同樣更新時間咧都係今日2026年嘅3月4號。美金1000蚊至到49,999蚊。3個月分行做1厘，手機做咧3.2厘。哇，分行同埋手機咧爭得好遠啊！即係希望啲即係公公婆婆咧可以有屋企人代勞啦，喺手機啊或者網上銀行做先有呢個高利息嘅存款利息啊。6個月分行做1厘，手機做咧3.15厘。咁啊12個月咧，分行做1厘，手機做咧3.1厘。嗱，如果同大眾比咧，好似都係大眾高啲啊。咁啊，頭先大家見到咧，即係大眾嗰個嘅美金咧，可以去到係3.5厘啊。咁啊，大家見到3.5厘啊。好啦，跟住咧第三間講一講招商嗰個創興啦啊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創興銀行啊，
就係最後更新時間就係今日嘅3:15啊。咁我哋睇到咧，要睇佢雲利率呢邊啊，港幣5000至到49,999蚊，3個月2.2厘，6個月1.6厘，12個月0.8厘。哇！呢個6個月同埋呢個12個月咧，利息即係低好多啊！好啦，咁啊，美金咧就係1000蚊至到9999蚊啊，咁啊3個月咧就係有呢個嘅3.4厘啊，6個月就係3厘，12個月咧就係2.7厘啊。咁啊，人民幣咧就係3個月有1.3厘，哇，都同大眾拍得住喎啊！咁啊，6個月咧都係1.3厘，12個月咧就係1.2厘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嗰個上海商業銀行啦。咁啊，上海商業銀行嘅最新優惠啊，新資金2026年3月3號起新鮮熱辣，咁就係以全新資金或者兌換資金咧做，就有呢個嘅優惠嘅利息啊。咁啊，我哋先睇美金，3個月3.45，6個月3.2厘，12個月2.95厘，人民幣就係3個月1.2厘，6個月1.2厘，12個月咧1.5厘啊。咁啊，可惜咧就係冇呢個嘅港幣啊。咁啊，港幣咧就要做翻佢呢個個人網上理財嗰個嘅利息啦。啊，都係同樣由3月3號計。港幣一個月3個月2.28厘，6個月2.33厘，12個月2.88厘啊，都算 OK 啊。咁啊，上海商業銀行。美金3個月3.28厘，6個月3.03厘，12個月2.68厘。人民幣3個月1厘都唔夠啊，得個0.93厘，6個月都係一樣，12個月咧仲低0.88厘啊。跟住咧，我哋睇一睇呢個嘅中信銀行佢嗰個 iMotion 啊，咁即係網上做嗰個，咁佢有一個優惠咧，就係由2026年嘅3月1號至到31號嘅夜晚10點鐘啊。咁我哋睇一睇咧，佢呢個嘅優惠啊，咁啊嗰個金額咧，大家睇到啊，港幣最低存款要求係1萬蚊啊，咁啊最高咧就係88千萬、10萬、8萬、千萬。最高就係2000萬嘅港紙啊，咁啊美金咧最低2000蚊，最高咧就係88千萬、10萬、8萬、260萬美金啊。咁人民幣最低咧就係1萬蚊，最高咧就係88千萬、10萬、8萬、千萬、2000萬嘅人民幣啊。咁佢有啲條款細則咧，咁啊大家可以即係自己慢慢睇啦啊。咁啊不過咧佢嗰個嘅利息咧就係大家見到啊，去到2026年嘅4月30號就1.88厘啦，跟住去到5月31號就2.08厘，跟住如果去到2026年嘅6月30號咧就有呢個3.38厘，即係有啲似馬拉松存款啊。美金咧就係去到4月30號2.18厘，5月31號3.58厘，6月30號咧就5.08厘。不過人民幣嘅比例係低啲啊，咁啊最高先至去到1.88厘啊，即係你要做到2026年嘅6月30號為止啊。咁啊最後一間咧，我哋睇睇個富邦啦啊，咁啊富邦不嬲都係低噶啦。咁我哋即管睇一納啦，一萬蚊至到5萬蚊咧，得個0.23厘左右都唔夠啊。咁啊，跟住美金啦，3000至到25000蚊咧，就係1.4厘啦，1.3厘同埋1.15厘，太低啦！富邦搞咩啊？跟住呢個嘅人民幣又點樣咧？人民幣咧就係要去到50萬啊，咁先至得個1.5厘左右啊。咁就係太少啦，富邦啊，呢點咧就係可以有改善嘅空間。最後做翻個免責聲明啊，本頻道嘅所有內容唔係呢個嘅建議啊，咁啊大家自己定期自己負責，歡迎大家留言啊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